1月7號係著名歌手黑妹李奕玲62歲生日，喺圈中廣結人緣嘅黑妹呢日提早舉行生日會，同一班好友玩花晚。出席藝人包括陳展鵬、敖嘉年、鄭世豪、陳國邦同羅敏莊一家、喬寶寶、歐瑞偉、吳幸美、李天祥、古明華、盧海鵬、Jo Junior、譚炳文、黃建東等等。見到成班朋友咁有心同佢賀壽，難怪黑妹笑到見牙唔見眼啊！啱啱做完嘢，即係過年啊，比較忙啲，係啊，所以大家都有見面。咁啊，今日咧每年都一次，大家聚會咯，同我啲好朋友、錫我啲朋友、我啲兄弟姊妹咁樣一齊開心。好似團年飯咁樣啦。會唔會話7號正日有啲咩嘅安排？7號正日就靜靜地同屋企人同兩個孫食飯，同埋個女食飯。同樣係1月壽星嘅占平，多年前已經同黑妹結緣，仲認埋對方做契姐，所以就算忙住拍攝新劇《同盟》，都要抽時間出席黑妹嘅生日會啊！由我開始出去出邊有啲 OB show 開始唱歌嘅時候，就識咗家姐啦。係啊，都有差唔多6年啦。係啊，我開始接觸翻唱歌，可以出去揾下外快，就係阿黑妹姐帶我出去揾外快咯。係啊，就到而家都係咯。占平同同盟嘅劇組寓工作於娛樂，相處得非常融洽。日前姚子羚就上載咗一張一齊賣萌嘅合照，見到占平個樣咁 QQ， 睇嚟除咗平時有型有款嘅形象，佢應該仲可以有多條路線發展下噃。賣萌喎，即係一改你好作嘅風格喎。唔係，其實我不嬲又冇乜特別嘅，佢哋影玩下啫，有乜所謂？而家啲 Apps 又咁好玩，仲有啲仲得意嘅，我知道。咁有啲太過誇張嘅，費事擺出嚟啦。即係之後陸續放送㗎咯喎。哦，咁又唔知喎，因為唔係我影嘅喎。呢個絕對係非一般嘅生日會嚟㗎。事關除咗切蛋糕同大合照呢啲基本嘢之外，黑妹身為唱得之人，佢仲邀請咗樂隊現場伴奏，唔怪得佢嘅契仔契女都整裝待發，準備上台唱歌啦。